弟兄姊妹早晨，讓我哋同心祈禱。主啊，願我口中嘅言語，弟兄姊妹嘅心思意念喺你嘅面前蒙悅納。願你嘅話語去觸動我哋嘅心靈，引導我哋喺你嘅恩典當中成長。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係青少年主日啊。我哋首先感謝上帝咧喺我哋呢個嘅暑假咧有一啲嘅青少年嘅活動啊。都睇到啲啦咁樣。呢個嘅活動咧好多好豐富嘅咁樣。咁包括咧一啲嘅青少年嘅本地宣教嘅學習團啦。如果你之前睇周佢咧有個叫做馬上高嘅即係青少年嘅本地宣教活動啦咁樣。咁我哋亦都有啲喺 Youth Zone 嘅平日嘅暑期活動啦。咁有啲球類啦。平日咧都有啲嘅 Youth Zone 嘅暑期嘅聚會啦。甚至乎咧，其實我哋青年團契咧，今年咧下半年開始都希望咧做多少少，就係好積極咁樣咧，可以向外宣教啦，或者咧係將我哋身邊未信嘅朋友咧帶到嚟我哋團契嘅裏邊。呢幾張相咧就話俾大家聽，我哋暑假做咗啲乜嘢啦。但係咧，即係雖然活動咧充分展現咗我哋教會咧係培育緊我哋下一代啊，但係咧原來教會亦都唔係單單咧係栽培緊下一代，更加係需要咧我哋在座嘅呢一代咧共同嘅更新成長嘅一個群體。喺今日嘅經文嘅裏邊咧，彼得前書嘅裏邊去講到2章9至10節裏邊就係對一群咧世上受壓迫、被邊緣化嘅信徒嘅宣告，就係不過你哋係被揀選嘅一族，係君尊嘅祭司，係神聖嘅國度，係屬上帝嘅子民，要使你們去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而耶穌亦都喺馬太福音裏邊去講對門徒講你哋係地上嘅鹽，你哋係地上世上嘅光。你哋嘅光亦都應該照喺人前邊叫佢哋能夠睇見你哋嘅好行為，並且將榮耀去歸俾喺在天上嘅父。今日呢篇嘅信息我將會透過經文裏邊咧，可能我哋見到一啲困境，去點樣對照我哋嘅信仰或者我哋生活嘅困境咧咁樣。我哋再入翻去經文，又發現上帝有啲咩恩典喺我哋同恩典當中俾我哋見得到，甚至乎係對我哋呢個身份去説話咧。而最後呢篇嘅信息點樣能夠喺我哋職場、家庭、教會裏邊，我哋可以為主發光，並且成就下一代嘅使命。首先我哋去睇第一段嘅經文咧，就係講到即係彼得去寫俾一班嘅信徒彼得前書原初嘅讀者咧，其實就係一班咧喺羅馬帝國各自散居喺嘅信徒啦。佢哋咧係喺社會裏邊咧，被視為一班咧好奇怪嘅一群嚟嘅。佢哋信仰同當時嘅文化咧係完全好唔夾，被誤解，並且咧去被排斥嘅一班人。經文頭先我哋讀出嘅時候，見得到佢哋曾經係喺黑暗裏邊，曾經唔係喺呢一族嘅，亦都係未曾蒙憐憫嘅一班人。意思即係話佢哋曾經就係喺啲罪嘅裏邊，甚至乎咧喺呢個社會大環境底下，佢哋可能係拜偶像，唔係拜上帝。好多嘅錯誤嘅價值觀同埋破碎嘅關係裏邊生活，所以頭先冇讀嘅彼得前書2章1節咧，就提到佢啲舊生命嘅問題啦，就係佢哋要除去呢一切惡毒啦、詭詐啦、假善啦、嫉妒，並且將一切毀謗嘅話都係要除去。原來呢啲問題咧，唔止係存在喺青少年人嘅當中嘅，其實都深深咧存在喺我哋一班成年人嘅裏邊。可能其實我哋面對住我哋嘅職場，其實都好多人與人之間嘅詭詐、競爭咁樣，甚至乎喺家庭教會當中咧，因為都係人嘅群體，係咪？好多時候咧就會有多比較、好多嫉妒嘅時候，甚至我哋檢視自己可能我表面好屬靈但係咧我哋內心好冷淡。都有可能喺背後咧好多嘅批評啦，或者毀謗嘅説話喺我哋口裏邊出現。呢個可能係我哋嘅問題，而耶穌都同樣咧喺馬太福音裏邊講到，要用鹽同光咧形容門徒佢話你哋係地上嘅鹽，你哋係世上嘅光。鹽咧其實應該有調味嘅作用防腐嘅作用，而光咧更加係應該有照明啦、指引嘅作用。但耶穌警告如果鹽失咗味就冇用，只有丟棄被人踐踏。又話人點燈
其實唔應該放喺斗底下，而係放喺燈台上邊。經文呈現嘅困境就係，原來係上帝嘅子民，其實都可能去忘記咗自己嘅呼召。我哋呢個身份係啲乜嘢？就可能就成為咗一個失味嘅鹽，一個被遮蓋嘅燈。我哋可能係有信仰，但係信仰對社會、對家庭、對下一代，其實冇一個真正嘅影響力。所以喺今日嘅處境裏邊咧，我哋可能或許要檢視，會唔會係我哋嘅身份上面有啲焦慮咧，有啲信仰嘅疲乏咧，甚至乎可能使命一啲嘅模糊咧。喺我哋裏邊咧，好多嘅靈修嘅作者去指出啊，成年人嘅身份迷失咧，其實往往係比青少年更加深嘅。我哋經常去將自我價值咧建築喺嗰啲我哋本身有嘅嘢啊，職業啦、收入啦、職位啦、家庭嘅角色，可能你係父母，可能你係子女，甚至乎咧你係人哋嘅配偶啊，又或者可能喺教會當中你有好多嘅服侍嘅角色，可能係堂會領袖、導師等等。我哋就係將呢啲價值建立喺呢一啲嘅角色上邊。但係當我哋工作受挫、家庭關係緊張嘅時候，甚至乎咧身體有軟弱啊、退化嘅裏邊，甚至乎服侍嘅過程其實唔俾人見得到嘅時候咧，好容易就係陷入嗰啲我唔再有用啦嗰啲嘅感覺嘅當中，甚至覺得自己咧唔係一族啊。頭先講到係嘛，我哋唔係一群啊，我哋甚至乎覺得自己唔再重要啦咁樣。曾經聽過一篇嘅講道，佢話喺人生嘅各個嘅階段嘅裏邊咧，其實都會經歷一啲身份嘅危機啊。青少年人咧轉變成為成年人啦嚇，咁一成年人咧仲有分嘅喎，就有分初級大人啦，同埋高級大人嘅。依家即係你哋要上網可以睇下咩叫初級大人，咩叫高級大人。甚至乎咧可能面對即係父母面對住可能工作上嘅空巢咁樣，職場人士面對住可能一啲中年危機嚇。如果基督徒嘅自我形象只係建立喺呢啲世界嘅標準上邊咧，其實就會變化，就會喺變化嘅當中咧失去咗嗰份嘅方向。第二咧就係我哋可能喺信仰上邊有疲乏嘅時候啊，忙於生活啦，但係卻係喺靈裏邊咧漸漸咁樣失味啊。我哋好容易咧將我哋嘅信仰擺喺生命優先次序嘅尾段啊，好多時候啊，因為我哋就忙緊工作、照顧家庭啊，仲有咧可能服侍教會嘅唔同嘅崗位，但係內心其實好多嘅疲乏，甚至乎同上帝嘅關係越嚟越遠嘅時候，我哋可能仍然係出席崇拜，肉身出席咗崇拜，參與咗侍奉，但喺靈修裏邊咧係減少啊，祈禱好敷衍，心裏邊可能都覺好多被慾望啊、憂慮佔據。正如彼得所講，就係其實肉體嘅情慾同埋靈魂係爭戰緊。喺呢種嘅信仰狀態底下，都讓我哋喺職場、喺家庭社區裏邊咧，好似就失去咗份鹽同光嘅影響力。睇起嚟其實有宗教嘅身份，但係卻冇真正嘅屬靈嘅味道喺當中。而第三就係嗰個使命嘅模糊啊！我哋可能教會有好多活動，但係我哋嘅生命係唔係真係傳揚緊主咧？咁樣彼得前書2章9節講到啊，教會係被揀選嘅目的就係要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但係好多唔少嘅教會或者信徒咧，好多時候咧就將焦點咧集中喺點樣維持聚會啊、事工嘅運作啊、搞好啲活動啊咁樣。但實際嘅生活裏邊，我哋可能喺我哋嘅場景啊、生活嘅場景裏邊咧，點樣同鄰舍，點樣喺職場嘅當中，喺屋企嘅裏邊，但好少咧真正咁樣去將福音咧去分享俾人，甚至乎活出基督嗰份嘅美德。喺咁樣嘅處境底下，即使咧其實頭先大家見到青少年主日裏邊有好多嘅活動，好多精彩嘅節目，甚至乎喺午堂咧，我哋都有一班青少年人咧係會獻唱、會分享見證，甚至乎做主席啦、讀經啦咁樣。但如果我哋一班成年人仍然留喺一個觀眾嘅座位咧、觀眾嘅位置咧，而唔係活出一份嘅使命咧，其實我哋可能下一代咧，可能真正喺教會裏邊見得到一個發光嘅成人嘅群體。
所以再翻到去經文嘅裏邊，其實有幾個恩典俾我見得到啊！我哋喺基督裏邊其實有一個嘅新嘅身份，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啊！身份其實唔再建基於其實我哋係一個喺外邊世界點嘅人嘅一個表現，我哋要喺基督裏邊有一個新嘅身份，就係彼得所宣告就係不過你們係被揀選嘅一族。呢度嘅你哋原本就係指緊整個嘅教會嘅群體啊，佢包括任何年齡層嘅信徒，而被揀選表示我哋嘅身份唔係出於自己夠好，而係出於上帝嘅恩典同埋主動嘅呼召。有啲嘅釋經家去指出就係彼得去用不過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就係雖然我哋喺世界上邊有按種族、按地位、按我學歷、財富嚟到分等級，但係其實喺基督嘅裏邊，教會係一個咧被上帝揀選嘅群體。我哋唔在乎背景，而係在乎緊究竟我哋同基督嘅關係係點。所以意味住啲乜嘢咧？就係在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喺裏邊，可能係工程師、係醫生、係即係老師、家庭主婦、管理人士或者退休人士。但係呢啲咧都唔止係呢啲嘅身份嘅，而係我哋更加係喺上帝嘅當中係被上帝揀選嘅族類。甚至乎我哋嘅價值係唔由嗰啲咧公司裏邊嗰啲嘅評估報告啊，我哋嘅子女成就係點樣樣啊，我哋喺教會服侍成嘅決定，我哋喺教會裏邊服侍嘅成果係點樣樣，而係由天父喺基督裏邊咧去稱我哋為佢嘅子民嚟到決定。所以呢個身份係非常之重要，我哋要捉緊呢個身份，我哋要更新呢個身份，我哋知道被揀選嘅族類，甚至乎我哋係上帝嘅子民。而第二就係嗰個君尊嘅祭司嚇，原來喺職場或者喺家庭裏邊咧，我哋能夠成為咗呢個場所生活裏邊咧嘅中保嘅喎嚇。我哋講中保可能係耶穌基督，但係原來我哋同樣都能夠成為嗰個中保。彼得所講就係我哋係君尊嘅祭司，祭司嘅角色其實係代表人咧去到上帝面前啦，又將上帝嘅真理同埋恩典去帶俾人。君尊咧，其實表示咗呢個祭司嘅身份係帶住權柄同埋嗰份嘅尊榮。喺循道衛理宗嘅屬靈傳統嘅裏邊，其實有講到係我哋係信徒皆祭司啊。呢個嘅祭司嘅身份，其實唔只係屬於牧者或者全職嘅同工，而係我哋整體嘅信徒，包括緊你同埋我，係一個咧信徒參與嘅運動嚟嘅。係所有信徒喺洗禮嘅時候，我哋知道我哋被呼召同埋接受上帝嘅託付，同樣係成為牧者。其實喺我哋嘅身份裏邊，我哋能夠分擔住呢份嘅祭司嘅職分，並且藉著聖靈領受唔同嘅恩賜，能夠去參與緊全體上帝子民嘅侍奉啊！所以當我哋被呼召嘅時候，其實我哋係成為一個祭司，我哋能夠咧去成為喺別人之間喺群體裏邊嗰個嘅中保。我哋喺職場嘅裏邊，我哋係祭司啊！我哋點樣可以做呢？我哋可以去同同事代禱，喺壓力同埋不公義嘅當中，我哋仍然持守住嗰份正義、公義同埋反映天國嘅價值。喺家庭裏邊點樣做祭司呢？係咪？可能聽過家庭祭壇。其實我哋都可以咧為到我哋嘅配偶、子女同埋長輩去代禱，甚至乎家庭最多好多時候咧就會衝突啦咁樣。咁我結婚嘅呢9個月裏邊咧，其實都好多即係生活上嘅衝突。但係喺衝突嘅裏邊，作祭司嘅時候就係點樣尋求嗰份嘅饒恕同埋和好，能夠將基督嘅愛帶喺即係家嘅當中咧。而喺教會我同樣翻到嚟。我哋唔係純粹係坐喺度崇拜、完成服侍，而係喺真實嘅群體生活嘅裏邊，我哋可以有彼此牧養、陪伴同埋帶領下一代嘅時間。第三就係講緊聖潔嘅國度啊，屬上帝嘅子民，群體性嗰份嘅身份同埋使命，同樣都好重要。彼得繼續去講就係我哋係聖潔嘅國度，係屬上帝嘅子民，目的。頭先所講到就係要宣揚嗰個能夠喺叫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
呢段經文去將教會描寫成為一個被救贖嘅群體，嗰份身份同埋使命其實係唔可以分割。身份係上帝所擁有嘅，使命要係讓我哋能夠呢班嘅群體向世界去彰顯緊上帝嗰份嘅榮耀。特別嘅恩典在於，原來我哋喺唔同嘅生活場景裏邊，可能喺辦公室、喺醫院、喺學校、喺屋企嘅當中，甚至乎社區嘅裏邊，其實我哋係有一班有獨特嘅影響力嘅一班人，更加能夠係喺呢啲嘅場景裏邊活出緊聖潔嘅國度嘅價值，並且向身邊嘅人，原來我哋宣揚嘅係上帝嗰份嘅美德。我哋生命裏邊經歷咗好多上帝嘅恩典嘅時候，我哋更加係要同人去講啊！耶穌基督亦都喺福音書裏邊宣告，就係你哋係地上嘅鹽，係世上嘅光。去俾門徒一個身份，而唔只係命令嚟嘅。呢個身份咧係今日裏邊同樣適用於喺我哋嘅身上邊。喺職場，我哋就係透過可能誠實啦、勤勞啦、尊重他人啦，甚至乎咧職場裏邊最容易講咩咧？就係講八卦啦，係咪？我哋唔好講嗰啲八卦嘅説話同埋詆毀人嘅説話，更加要成為呢份鹽同埋光啊！讓人去睇一件基督徒嘅工作嘅態度同埋品格，即係佢哋唔需要講乜我係基督徒，我係點點咁樣，而係能夠喺做嘅過程裏邊，佢已經感受得到你係基督徒啦。而且喺社會文化嘅當中，我哋要活出嘅係公義、憐憫、和平同謙卑，唔好跟隨自我中心同埋貪婪嘅潮流啊！要讓上帝嘅光照喺社會嘅黑暗嘅角落嘅當中。所以耶穌就話：叫佢哋能夠看見你哋嘅好行為，並且將榮耀歸俾你哋在天上嘅父。我哋成年人嘅生命喺日常嘅好行為同埋信心嘅當中，其實都能夠成為下一代，甚至乎喺我哋身邊未信者嘅活嘅見證。接着咧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回應到呢份嘅恩典咧？係咪？點樣能夠係知道我哋係被揀選一族，並且能夠為主去發光呢？我哋不論喺我哋嘅身份裏邊，可能係家長、職場嘅信徒，或者係教會領袖，我哋要係喺基督裏邊重建呢份嘅身份，唔好再被嗰啲嘅職業、家庭嘅角色、侍奉成敗，甚至乎我哋人生裏邊唔同嘅轉變所捆綁。彼得前書2章9至10節提醒我哋，真正嘅價值其實唔在於嗰啲工作嘅表現嘅，唔在於咧子女嘅成就嘅，或者服侍嘅成果，而係在於上帝去稱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係屬上帝嘅子民。因此咧，其實我哋面對住可能挫折、可能不被看見嘅時候，甚至乎中年危機或者退休有好多不安嘅裏邊，我哋都要讓上帝嘅話咧去重塑緊。其實我哋自我嗰份認知啊，知道自己嘅身份，記得自己已經唔屬於上帝嗰班人啊。其實我哋成為咗一個蒙憐憫嘅子民。當面對住嗰啲嘅挫折、不被看見、有危機嘅時候、有不安感嘅時候，我哋求嘅係上帝嗰份嘅憐憫同埋上帝嘅恩典。當成年人願意去喺基督裏邊有更新嘅身份，下一代其實就會見得到我哋呢啲唔係只係啲屬靈嘅口號嚟。我哋能夠係活出緊上帝嗰份恩典，並且被更新，可以作榜樣嘅一班嘅成年人嘅信徒。其次咧，其實我哋更加喺職場、家庭、教會裏邊咧去做鹽做光啊，讓到信仰滲透緊整個我哋嘅生活。而職場唔係信仰嘅阻礙，而係一個見證緊上帝嘅平台。我哋可以藉着頭先講嗰個誠實、專業或者負責任嘅態度裏邊，喺合宜嘅時機去分享信仰。我哋其實呢段時間我哋都招募緊一班參與啟發嘅參加者嘅時候，我哋同樣能夠可以喺適當嘅時候分享緊一個機會去邀請我哋身邊嘅朋友去參與我哋嘅啟發，成為可能啟發咧，正正就係成為一個咧見證嘅平台，去分享信仰嘅時間。更加咧，其實我哋要拒絕嗰啲咧頭先講嘅八卦啦、負面嘅文化啦，能夠以鼓勵同埋建設性嘅説話咧代替嗰啲批評，甚至乎咧可能見到公司裏邊咧有啲不公義嘅時候咧，我哋願意站喺真理嘅一邊。
能夠活出嗰份公義同埋憐憫。喺家庭嘅裏邊，我哋能夠以愛同埋耐心咧，去到聆聽子女啊。喺衝突嘅裏邊，我哋能夠去自省，好多時候需要去反省，甚至乎咧行出一步道歉同埋彼此嘅饒恕。其實讓到喺屋企裏邊，孩子能夠見得到福音嗰份真正嘅力量，能夠可以同下一代去禱告同埋服侍。當父母同埋成年人能夠喺家裏邊去活出呢個鹽同埋光嘅時候，青少年人咧同樣都會明白信仰其實唔止係喺教會，而係全人嘅生活嘅實踐。而且喺教會裏邊，我哋好多時候都可以成為一個同行者，同埋呢一個差派者。我哋能夠主動去關心、牧養同埋栽培緊我哋嘅年輕一代，同佢哋咧一同嘅成長。而第三咧就係呢個同行嘅裏邊，能夠係成為咧差派青少年人咧，成為一個宣教嘅世代。而差派嘅過程裏邊，我哋同樣有同行，我哋能夠同佢哋為主去發光。彼得前書2章9節提醒我哋，教會被揀選就係要宣揚上帝嘅美德。頭先喺暑假嘅喺開頭講到暑假嘅本地宣教學習團，或者啲球類活動、Youth Zone 嘅暑期活動等等，其實青少年人正正實踐緊呢份使命嘅機會啊，正係因此咧，其實我哋唔係旁觀者，我哋能夠同樣成為一個傳福音嘅人，我哋能夠去甚至乎聽到佢哋嘅見證啊，聽到佢哋咧可能喺生命當中唔同嘅掙扎，我哋能夠以祈禱同埋肯定咧去支持佢哋，亦都分享緊自己點樣咧。其實我哋同樣都可以去係被上帝從黑暗照入光明嘅人嘅時候，讓青年人能夠見得到成年人同樣喺生命當中係被更新。耶穌頭先所講到就係喺馬太福音裏邊講到就係你哋光同樣都要照喺人嘅前面。呢度你哋其實包括緊就係各代嘅信徒啊。所以宣教其實唔係分代作業，而係跨代同行啊。唔係話青少年人去宣教啦，咁樣青少年人去做啦，咁樣，而係同樣我哋都可以成為一個宣教嘅人，一個能夠彼此同行嘅人，能夠喺社區當中服侍啦、探訪啦，甚至乎咧關顧弱勢，喺倫理喺職場嘅當中活出嗰份鹽同埋光，使人能夠因為我哋所做出嘅好行為能夠歸榮耀俾上帝。因此我哋要避免唔好淨係批評下一代，反而能夠去用愛咧同埋真理去建立佢哋。好多時候咧，其實下一代好多需要空間俾佢哋去嘗試啦。嘗試完咧可能有失敗啦，但係失敗裏邊其實係學習嘅咁樣。但係喺呢啲過程裏邊，其實我哋以陪伴代替嗰啲責備啊。當我哋願意去肯定同下一代同行嘅時候，其實教會就唔止係有青少年活動，而係成為一個跨代為主發光嘅宣教嘅群體。所以喺最後嘅裏邊作出總結，就係今日雖然係青少年主日，但係其實聖經嘅信息同樣係深深嘅去向我哋呢班喺教會裏邊嘅成年人去說話。原來我哋唔只係忙於工作、照顧家庭或者維持緊教會嘅運作嘅一班人，我哋同樣同青少年一樣，我哋喺基督裏邊，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君尊嘅祭司、聖潔嘅國度、屬上帝嘅子民。咁陣間咧，喺大家離開崇拜嘅時候咧，咁啊其實都會有一份禮物咧，係青少年主日送俾大家嘅。咁上邊咧有一個英文嘅主題，咁啊叫做 Chosen to Grow 啦。咁啊後邊咧其實就係印咗今日咧彼得前書2章9節經文，讓到我哋其實都要知道、要記住，當我哋可能去旅行或者甚至乎都唔使去旅行，都掛住呢個牌嘅可以咁樣。咁啊讓到咧我哋嘅身份，我哋係屬於上帝嘅，而唔係咧我哋被我哋出邊嘅所有價值觀啊、世界價值觀啊、世界嘅身份咧去到定型，然後要知道我哋係屬上帝嘅一班人。甚至乎咧，我哋係唔止咧要求下一代為主發光，更加係講到即係我哋係地上嘅鹽、世上嘅光。我哋嘅生命同樣係被呼召咧喺我哋嘅職場、家庭、社區、教會當中去發光。而當我哋喺身份同埋生命使命上邊被更新嘅時候，
而青少年就會見得到一個真實嘅發光嘅群體啊，願意咧係一同咧成為一個宣教嘅世代。所以其實佢望住邊個咧？青少年人其實都望住我哋嘅喎，係咪啊？而我哋又望住邊個咧？我哋又望住青少年人嘅喎。如果我哋彼此都看見對方係發光嘅時候，其實我哋同樣彼此就會被感染，而呢份嘅光係會被傳遞出去。都願聖靈能夠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我喺個心裏邊動工啊，使我哋唔再係活喺可能過去嗰份身份嘅焦慮同埋信仰嘅疲乏嘅裏邊，而係重新站喺一個被選一族嘅恩典嘅裏邊。我哋能夠喺生活裏邊一齊成為一個被選一族，能夠係為主發光嘅群體。讓我哋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喺青少年主日裏邊向你獻上感恩。感謝你喺暑假裏邊帶領好多青少年人去參與宣教、服侍同埋聚會，亦都感謝你藉着今日嘅你嘅話語提醒我哋同樣係被你所呼召嘅一群，喺基督裏邊能夠重新得着身份同埋使命。主要我哋承認好多時候我哋喺忙碌當中迷失自己，亦都喺呢啲嘅過程裏邊，我哋將我哋價值建立喺工作、家庭角色同埋服侍嘅成果上邊，我哋嘅靈裏係疲乏，信仰逐漸係失味，我哋嘅使命模糊，可能維持活動，但係未係真係活出緊嗰份嘅福音。求你憐憫我哋，更新我哋，使我哋記得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係君尊嘅祭司，係屬你嘅子民。求聖靈幫助我哋，就喺職場嘅當中持守嗰份誠實同埋公義，喺家庭嘅裏邊活出嗰份饒恕同埋愛。喺教會當中，我哋能夠成為青年人嘅同行者同埋牧養者，而唔係一個嘅旁觀者。讓我哋嘅生命重新有鹽嘅味道，有光嘅亮度，使我哋身邊嘅人能夠看見我哋嘅好行為，並且將榮耀歸俾父上帝你。主啊，求你讓我哋成為下一代嘅祝福，讓青少年人喺我哋身上邊見得到你嘅真實，並且我哋能夠去成為佢哋信仰嘅榜樣。去睇見嗰份一個願意為主發光嘅成人嘅群體，願我哋能夠同青年人一同成為一個世代裏邊宣教嘅世代，喺家庭、職場、社區、教會嘅裏邊，能夠一齊嘅活出呢份被選嘅角色身份，能夠為主你去發光嘅生命。我哋嘅祈禱奉靠我主耶穌得勝之名祈求，阿門。